在地人在地情，台中太平的中兴社区有1/3拢是铁工厂，以发展着五金产业为主。为了要打造在地特色，社区是连续第5冬来举办铁工艺术节。 这学生上细经各种的五金废料想好拿大了，透过乌手师傅协助，变成一个充满有创意的铁雕作品。这个难得的体验，和大家拢真满意。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乐高积木，我买超多乐高积木，所以我就很享受这种拼装的过程。就是有参与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太平也有在做一些有意义，然后很有就是这种传统性质的传承的这种艺术的活动这样。 因为太平中兴社区有1/3拢是铁工厂，以发展五金产业为主。在地社区又打造特色，连续第5年举办铁工艺术节，今年参加的人数比英国较侪。我们也希望打造太平成为一个铁工艺术之都。社区表示讲，这废料加入正人的创意了后，会当为在地五金产业注入艺术的新活力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